主后2023年9月初10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把握永恒意识下的运势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传道书第3章第90到21节。做工的人对伊所劳碌打拼的有得到甚物？我有看见上帝予世间人陪同担，予因袂当轻盈。上帝予伊所做一切下因的时，拢真好，佮将永远即个观念下伫人的心。毋过，上帝对头到尾所做的，人袂当了解。我知人活着上好是快乐，佮做好事。人嘛食嘛啉，享受伊打拼得到的，伫伊一切所劳碌的来享福，这嘛是上帝所赐。我知上帝所做一切，拢会留到永远，袂加添，袂减少。上帝安尼做，是要互人伫伊的面前心存敬畏。现在有诶，以前已经有；将来要有诶，早已经有。过去诶代志，上帝会阁互伊发生。我阁看到日光诶下面，伫审判诶所在有邪恶，伫公义诶所在嘛有邪恶。我心内讲，上帝要平平审判义人甲歹人，因为逐项代志。逐项行为拢有伊一定的时。我心内讲，关系世间人，上帝要试验因，互因知因不过甲精生共款。因为世间人的命运甲精生的命运拢相款，这个死，迄个嘛死，拢相款，只有一口气。人无比精生较好。这拢是空虚，因拢去到同一个所在，拢对土粉出，嘛拢归土粉。啥人知人的性命上顶面，兽的性命落地下。把握永恒意识下的运势。因为原本牧养的教会伫台湾教会公报刊登屏幕消息，拄着我的人拢问讲是要退休安尼？已经退休的牧者才来甲我分享退休以后的生活，毋免搁再承担牧会的劳累、劳心、劳苦、劳顿、劳碌，暗时通困甲安稳。我赶紧澄清，我还无要退休，只是换一间拄要出发的教会，领受无共款的牧会经验。念伊，我对因的眼神看到抽搐，感觉我是毋是头壳歹去。另外，有同工关心问讲，教会服侍是安怎？这也互我上款赶紧回应。服侍哪会无需要突破，也是转念的困难？哪会无需要承担压力？总是会当伫一间教会一踮25年，可见无论我做好做歹，做对做毋对，拢一直会互会友包容、支持、鼓励。强调毋是退休的原因：第一，我还无到退休年龄；第二，要伫退休后才转职，是我自觉本身生性无够积极。若无这份的责任甲报酬相等的原则下，承受压力，做袂好代志。伫目前，我认为更较无应该因为生活的需求，不得不用安静离职，也称做在职倒平，只有做基本的工作的态度，面对吊命和服侍。总是我也无放任，无论去倒位，拢会存在，就算劳碌
疲劳、夜线，却也是困袂去的不安。面对这古今人性的通病，探讨者伫观察中侪遍讲到工作是劳碌，来反映一个人用尽身心灵的力量，渴望去得到某一寡报赏，还是成就感，结果却落空的感叹。探讨者分享长同时对安静理智的理解，讲，既然天的万事拢有定期，拢有上帝特定的时间，那呢，咱一切的劳苦有甚物利益呢？这敢讲，毋就是上帝互咱负担承担的担？敢讲，探讨书作者已经认定，工作必然是人生注定的劳碌命，是无？对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来看，第9节，做事的人知节上帝造万物，对两者的呼应对照来理解，这话若像也咧提醒咱，伫日光下面做代志，总是有劳碌，总是咱若将所做的代志看作是对上帝造万物的回应，是我做来献互上帝。安尼，现在看若像无意义的劳碌，将来会有永恒的价值。对上帝永恒的眼光来看，今仔日咱认真付出的做，拢会互上帝使用，互咱伫此时的劳碌，互上帝伫适当的时展现美好。当此时的咱选择因为信仰献上家己，愿意认真劳碌得做，此时反倒会互家己深刻对劳碌中感受到，这是一个通创造出价值的时。日想，我安怎伫上帝为万事特定适当的时间中，借着认捌伊，产生真正的信靠，勇敢做出决定？我安怎伫上帝为万事特定适当的时间中，借着认捌伊，产生真正的信靠，勇敢做出决定？咱来祈祷。主啊，愿我劳碌的做，通真做彰显你恩典和荣耀的管道，互你的荣美真做我生命的砖塔。愿主建立我的手所做的工，我手所做的工，愿主建立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